這禮拜就要舉行傳習會，咱的駐美代表盧大雷在接受專訪的時，就強調這台海和平穩定是對大家攏好。不過中國到今攏也未宣布傳習會的消息，外界就咧又講，可能是中國甲美國也未敲好勢，尤其是甲台灣、甲伊朗有關係的議題。全球主義的傳習會一定這禮拜上場，駐美代表盧大雷美東時間初九接受美國福斯新聞專訪的時陣講，美方這陣真儕擺擱再聲明，美國對台立場無改變，嘛指出台海和平穩定對相關的各方攏有利，包括美中台甲日本。外交部持續密切關注美中互動情形及其對全球地緣政治經濟情勢的影響，同時與美方保持良好溝通。確保台美關係穩定深化，以及保障台灣的利益。外交部也歡迎盧比歐國務卿近期2度公開重申對台政策不變，並強調對台海區域和平穩定的重視。不過，中國甲單還未正式宣布傳習會，外界質疑應該甲中美也未達成關鍵協議，尤其是甲台灣的問題、伊朗戰事有關。學者分析，中國甲官方聲明當作主控權，未對美方改變。不過現階段達成雙方都會當接受的協定，和中美關係走向穩定會當預測的路途，是雙方共同的期待。他希望從川普的口中提到美國反對台獨，而不是過去的美國總統偶爾會提到說美國不支持台獨。北京的估算裡面當然是對川普有期待啊，但是我覺得他現在的做法跟這個立場可能還是一個謀定而後動，或是以靜制動。國軍持續強化國防實力，美方嘛加強挺台灣。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印太小組主席金應玉這陣提案，主張成立跨部會大好小組，法案明確警告中共若是犯台，會受毀滅性的制裁。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接受 CNN 專訪的時陣，是提出第一島鏈轉型和平歡迎之戀的構想。鄭麗文嘛提起，國民黨支持深化甲美國的合作關係，不過兩方中間嘛應該維持穩定溝通甲交流，避免誤判甲提高衝突。記者綜合報道。